国内无照驾驶造成的事故死伤人数已经比食酒赛车造成的更较侪，而且即阵当咧歇热，有民团着呼吁家长爱加注意学生囡仔无驾照骑奥多麦危险。虽然去年已经有家长罚无照驾驶，不过立委林月琴认为会当搁学外国，上当关到3档，靠车吊销驾照，而且共车嘛会受罚。74岁无照驾驶的姓肖的老先生，雄雄大乱浪费中华圣诞的小姐妹啊，两人到即马医院伫病院靠呼吸器维持生命。在国内最近5年，无照驾驶的事故每年平均4万件以上，造成差不多7万人死伤。毋但比酒后赛车造成的危害更较严重，社会成本已经超过1000亿。一个死亡是1600万的社会成本，受伤是880万。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，他们一再的违规的话，又是全民买单。无照驾驶交通事故每年增加，成长幅度高达22%，尤其开始歇热。监管基金会分析，未成年离校赛机车的事故伤亡，甲15到17岁高中生死伤人数上侪。进入暑假的一个期间，也就是我们无照驾驶最高峰的一个时间点。未成年无照驾驶的一个成因呢，就是自撞，以自撞为主。林月琴呼吁交通部爱学日本、美国的法规，无照驾驶明定刑事处罚规定，相关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佮扣车、取消驾驶资格，甲共车人连带处罚。去年6月30号新修正处罚条例，确实是有针对这个无照驾驶的这个部分，在加重罚款，包括里面就是这个最高罚款12000，提高到24000。最近3年无照驾驶在罚人数伫18万到20万人，其中累犯就占2/3。虽然加重罚款，不过林月琴认为也是有无够的所在，无法度有效协助。因讲是互无定时炸弹继续出现伫车路顶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